主后2025年7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神威显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撒母耳记上卷第5章1节到1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5章。费斯人甲上帝约柜抢去，对以便以谢运去亚实突。费斯人甲上帝约柜运去大袞的庙，甲伊放伫大袞的边仔。隔日透早，亚实突人起来，看到大袞倒伫上主的约柜头前，面趴伫涂骹，就将大袞搁抬起来伊的原位。搁隔日透早，因起来，看到大袞搁再倒伫上主约柜头前，面趴伫涂骹，头甲两支手掌拢断去，落伫户顶顶面，只有剩大袞的身躯。因为安尼，大袞的祭司甲所有入亚实突大袞庙的人，到今仔日拢无踏大袞庙的户顶。上主的手重重拍亚实突人甲周围的人民，互因生毒疮，搁互因惊。亚实突人看到安尼就讲：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毋通搁囥伫咱遮，因为伊的手重重拍咱，嘛拍咱的神明大袞。以实突人就派人请非利士的首领来问因，讲：阮着安怎处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？因应讲：甲以色列上帝的约柜运去迦得。因就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运去。约柜一个运到遐，引起大恐慌，因为上主的手攻击迄个城，搁拍城内的人，互城内的人无论大小，拢生毒疮。因就将上帝的约柜送去以吉伦。上帝约柜坐到以吉伦，以吉伦人话讲：因将以色列上帝约柜运来咱遮，是要害死咱甲咱的同胞。因就派人去请非利士拢总的首领来，对因讲：甲以色列上帝约柜送倒去原来的所在，才免伊害死咱甲咱的同胞。全城充满死亡的惊吓，因为上帝的手重重拍因。无死的人拢生毒疮，全城啼哭的声透到天顶。神威显现。以色列人漂流旷野40年的历程中，甲因同行的约柜，袂输是上帝亲自临在，神圣不可侵犯。约柜亲像有神力一般的同在，互以色列人所到之处，差不多无坚不摧。民数记第10章33节到36节描述，以色列人离开西奈山了后，伫不断迁徙的过程中，约柜一直伫头前为因找扎营的所在。每当约柜启程，摩西就讲：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愿你赶散你的对敌，愿怨恨你的人伫你的面前逃走。每当约柜停住的时，摩西就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倒来，住伫以色列千千万万的人中间。安尼的叙述中，约柜差不多等同上帝临在的象征，搁亲像带领因征战得胜的神秘武器。当场景转换，伫撒母耳记讲述的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战争的现场，却有截然无同的样貌。伫讲述者的刻画下面，约柜亲像神桥共款，互扛到战争现场，瞬间吸引敌我双方的目光。
但是对着见到声势的起伏，约柜对提升以色列的战斗力却无半点效果。以色列军队受彻底击溃，约柜甚至受掠到非利士人的阵地，互藏踮非利士人侍奉的大袞神庙内面，摆藏踮大袞神明的边仔，刻意受矮化、羞辱。讲述者描画的场景中，受藏踮大袞神像边仔的约柜，看起来是静静，可无震动，无战场上的气势，总是伫四下无人的宁静深夜。神庙中却发生变化。过顿天早起，一阵阿什突人到庙中，看见大袞神像毋知何故，倒伫涂骹，神像下面黄地，倒踮约柜的头前。迄个画面就亲像神像对约柜地拍败的款式，众人合力扶起因的神像回归原位。无想讲，过顿天的清早，大袞神像毋但搁再倒地，甚至头含双臂拢指断。接续，各地区的人民拢生毒疮，造成死伤惨重。面对这突然发生的灾难，非利士人大惊兄讲：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毋通搁囥伫咱遮，因为伊的手动动拍咱，嘛拍咱的神明大袞。结果，约柜移煞的轨迹变成灾难的现场。约柜所到的所在，拢带来毒疮的伤害，无人会当闪避。就算逐人向因的神明大声呼求，也无法度转变处境。约柜变成无人敢接的歹物仔，大家急要甲伊澹掉。上帝的临在毋单单彰显伊的荣耀，也带来审判的灾难。毋管是以色列人先主跟约柜进入战场，还是非利士人抢走约柜，拢显示一件代志：上帝是自有永有的神，袂容阮受隔空也是绑架。伫约柜事件中，佫透露出上帝的权柄甲能力，并无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。伊是无受制约甲捆绑的全能上帝。默想，受抢走的约柜并无诚侪阶下囚，反倒转伫非利士人大下各地带来毒疮的天发，诚做无人敢甜的物。我安怎看即件代志？受抢走的约柜并无诚侪阶下囚，反倒伫非利士人大下各地带来毒疮的刑罚，诚做无人敢甜的物。我安怎看即件事？咱来祈祷，无所不在的上主，你的神伫倒位？伫倒位就有自由。求你扩展我的视野，互我看见你奇妙的作为。伫愈是困难的环境中，愈是经历你的同在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